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原來我哋每一世嘅人生都唔係隨機發生，一切都係一場有目的嘅選擇。喺生死之間入面，高我明確揭示我哋每一世嘅人生藍圖，其實全部都係自己親手計劃。靈魂喺投胎之前，會同指導靈一齊開會規劃。你而家喺度做緊乜嘢？你已經準備好投胎？我喺度同我嘅指導靈一齊睇緊幾段唔同嘅人生路線。我而家挑選緊我下一世嘅父母、出生地，甚至性別，仲有特登幫自己揀咗一個充滿考驗同困難嘅家庭背景。既然知道要受苦，點解仲要特登挑選困難嘅人生呢？因為靈魂睇事情嘅角度同人類唔同。平淡舒適嘅生活雖然安穩，但係對靈魂嘅進化就毫無幫助。我知道唯有透過克服呢啲特定嘅逆境，經歷貧窮去尋找內在富足，我嘅靈魂先可以得到最快速嘅鍛鍊。呢份靈魂合約係我自己心甘情願簽落嚟嘅。書入面強調，宇宙間從來冇強迫呢回事。所有嘅天生限制，又或者人生中必然會遇到嘅重大考驗，都係我哋投胎之前就已經全部知情，而且認為自己有能力跨越，先做出嘅勇敢選擇。原來所有命運裏面嘅冇得揀，都係我哋當初靈魂深處最勇敢嘅一聲我願意。